弟姊妹，这是咱要来举行将会日姊妹告别礼拜。咱虽然相信毋甘，但是咱也有一日也要经过伊所经过路站，甲咱所建起的牧师妈，伫天里搁一边再去。人的活，人的死，是正经上帝主权。伊咧提醒咱人类追求永远活命意义。这时，请照咱。由我上帝讲，你是我对地顶倒带来的，对地角头倒掉来的。我对你讲，你是我的路宝，我拣选你，也无弃杀你。你无伫惊尔，因为我甲你相隔之地，我是你的上帝，我的确保护你，我的确安全你，我的确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这是咱做的内题。过去牧师妈爱唱的献诗，献诗275首，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，请咱大家起立。
来三更暗头来祈祷。只是因为你是阮的帮助，是阮的期待。高我在伫你，性命也在伫你。信你的虽然死，也袂不忘。今日阮三更主日，为着要少年将来无事嘛，已经散了即个世间的路口，离开伊的亲人，甲所有礼拜伊的人。主阮内心要为着伊一生来献上阮的感谢，因为主你的疼甲保守，互伊伫在世的时，伊着主你丰盛的稳定，互会当坚持信仰，行伫主的道路，诚侪鼎伫世世信仰的无款。我来感谢你的怜悯，我无事嘛有比别个同款病情的病人有较长的年日，互伊会当一目睭看见，伊所有的孙仔中大成人。主，我搁较感谢你的疼惜，有无事嘛伫个红塞囝儿、查某囝、亲人的中间，因唱诗歌，离开伊对中间，安然离开这个世界。主，这是何等的福气！我为着伊的一生献上我的感谢。主啊，你是定位将我的恩嘛，因此我们将无事嘛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引带伊，伊无痛苦，无悲伤，伫你为伊陪伴迄个充满幸福、光辉、甲平安的所在，伊遐甲你永远三角徛起。主，我们即时也为着有事嘛的亲人、朋友，以及教会内面所有的兄弟姊妹，阮的内心难免有悲伤的心情。主，我知，你是一切悲伤的人的保护者、甲保护者，求你擦去阮的目屎，互阮得到望望。互阮知，虽然死亡暂时将阮甲无事嘛隔离，总是将来要伫上帝应该的国度内底，搁再相见。求你引带阮到迄个会当得到重新快乐的所在，伫遐有你所享受的平安。最后，阮也要将即个告别式，要行伫所有的行程，仰望伫主你的面前。求主圣神充满阮，互所有参与的人看见主你的阳光，互阮有未来的盼望。主，阮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这是要请杨文斌长老把咱来读圣经，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6节。请咱各位演员来听上帝记载约翰福音书第14章，咱要对第1节来看到第6节。恁的心袂得背叛，恁就信上帝，也得信我。伫我的边，伫我的爸家有济厝体，嘛无，就我已经甲恁讲了。因为我去是要甲恁备办所在，嘛去甲恁备办所在，是要过来才甲恁归于我。互我所知地的，恁也知地。罗马甲伊讲，主啊，你去的所在，阮拢毋知，更袂知迄条路。耶稣甲伊讲，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就无人就明白。以上。信息，咱要请蔡前牧师来分享生命的选择。我伫即个土地，咱每一个人
拢有机会通我来选择伊人生所要行的路。话路是暂时的，话路是永远的。今仔日咱所选择的路，就是来到花莲港教会参加修会的牧师妈伊的告别礼拜，这是暂时的，因为等下结束了，咱就个人会倒转去咱家己的所在，也是去咱要去家己所要是要去的所在。总是咱搁有一条路是永远的。圣经内底有记载，讲上帝创造人了后，就将伊所创造者的一切交托予人管理。人有自由的选择，会通伊要怎样去管理。人也会通享受上帝所予人的一切。总是上帝也提醒人，人都要为着伊所选择的来负责任。特别上帝的吩咐嘛，毋通行一条死路。结果无拍算，人为着伊的眼前所看到，遐个好的物质受袂迄，伊啊来挑起上帝的吩咐，直到行入死路。后代一代过一代，拢伫即个罪恶的环境内底跳无出。刚才造主还阁疼咱，是咱的天父，亲像父母疼咱，伊开一条路，就是找伊独生囝来到这个世界，救人脱离这个罪恶的环境。那安尼。也引带人行入一条活路，这条活路毋是暂时的，是永远的。这就是上帝甲人所备办的圣诞节。相信伫这个圣诞节期，上帝伫遐来将牧师妈调转去伊的身躯边。的确有伊好的意思，因为牧师妈已经选择这条活路。前3晚，牧师妈捌问伊的师长，一个问题就是讲，有一天中共啊侵吞台湾。啊！你伫遐来放弃你的信仰，你要安怎做？你甘愿为着信仰来死？耶稣那甲讲，如果伊若已经娶某生囝，可能会丢掉一个。但是你若是还阁担心，可能伊就愿意为着主来死。结果伊阿嬷讲袂使，因为伊阿嬷亲身伫遐要互即个孙仔知影，伊家己的信仰，亲像要叫大家来背主伫山上宝训的话讲，人啊为着我落袂恁，困着恁，开放恁大门台，恁就福气，因为恁是天的报信是大。因为恁以前先知人也是安尼困着伊，有什么爱的什么，敢为着主来过命。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。你要怎样看待你的生命？讲时有重于泰山，有轻如鸿毛。你要怎样来面对这个事？你今仔的经文。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6节记载讲，恁的心无伫背叛也无伫，恁的心无伫背叛，恁就信上帝，就信我。伫我的爸有许多厝体，若无我就已经甲恁讲。
因为我其实甲恁备办所在，我若去甲恁备办所在，就要过来才会恁归伫我所伫个恁也伫遐，我所去的所在恁捌迄条路，我所去的所在恁捌一条路，即互迄个，互主要所学生伫迄个所在，无法讲主要阮都毋知迄条路。主要所在讲，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话命。若无对我，无人就讲袂。罗马所问捌迄条路，我苏马会经捌，伊行成即条路。所以即条路就是无苏马伊家己咧行的路，也是爱伊的子孙伊要行的。无苏马，咱知伊潮南的日子。超过一般潮南的人平均的日子，医生讲平均是56个月，毋过伊活超过120个月。平均普通咱来讲超5年左右，总是伊活超过10年。伫这中间，咱看见有什么伊常常所做的，就是伫迄个所在，伫遐。伊所做，毋是伫迄个所在，伫遐亲像可能对何书第4章，大家在18章遐所讲，我毋是看伫所有看见，是看伫所有看见，因为所有看见的是暂时，所有看见的是永远，这就是伊的价值观。咱伫看袂到的，迄是一个永远的福气。亲像咱看咱的周报内底，咱的个别性的电视台内底，后壁有伊的威严。这个威严讲，信主得平安喜乐，信主得平安喜乐，平安喜乐。这回事，这当讲，毋过你看袂到，毋过。伊亲身体会，这是永远的记忆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讲：“我留落平安互你，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你。我得互你，毋是亲像世间得还的款，你的心无得背叛，就无得惊。这平安，毋是一帆风顺的平安，是伫苦难中，伫坎坷的路上，上帝要互人。”来平安甲喜乐，有时啊就是过即款的平安的喜乐生活。伊啊头太公大一生敬拜有主，因为参与即个甲信徒做伙来共同来敬拜中间，一条天路的顶边，伊心灵伫迄个所在，定心搁再充电，定心得力，互伊得到无限的快乐，会通继续行落去。以后伊的子孙都会困读圣经上义的，因为困读无书讲，虽讲阮的外体败坏，但是阮的内心日日换新。有算伊的心体，就是安尼伫迄个所在，因为读经祈祷，互伊的内心日日换新，互伊会通伫迄个所在来常常伫遐来教示伊的囝。都爱行好一条，最后学师妈讲，都爱谦卑为力，荣耀上帝。不但学师妈斗阵的人拢知影，伊是一个真优雅、真亲切、真有风范，也真疼人的一个女士。对咱对伊的心情，咱会通看出伊的谦卑；对伊的心情，咱会通来感觉上帝。有哩多前书19章30节，底下讲，虽然迄是假心，讲着因为因跟上帝来说，有什么？伊就是安尼伫遐伫行，伫遐伫做。诗篇119篇15节讲，耶和华看伊成百姓最坚固，相信，因为有什么伊安尼行做。主耶稣已经为着伊平安所在，来接伊去伊的所在，
要互伊享受永远的平安福气。这是我就是正13讲是啦，互因煞因的着无来安息，因所做工业第一，愿主的话安慰咱心，也愿咱拢通感行，甲有什么感行道，有一日会起面，甲伊搁生气，请咱来祈祷。亲爱主，愿感谢你听小我，所以你伫阮伫绝望中，拣选一条路，互阮就是将你的独生囝，阮的主耶稣基督收赐阮，互阮若是咧庆祝圣诞，是欢喜的日，也是知影，这是阮的期待，是阮的愿望，就是阮伫罪恶中要得到脱出的日子。因为主来，伊为了阮放下性命，叫阮脱离死亡，这是阮极大的福气。感谢主，你互孙仔找到这条路，也为着你来培养，而且好的读者也培养伊的子孙，而且来行进这条路，欢喜来侍奉你的面前。愿主你也通过孙仔伊的见证，来感动阮的心，互阮也晓行进这条路，牵条这条路到底落尾，通有一日，互阮会通甲伊过生。愿主你赐福伫阮每一个人里面，听阮的祈祷，阮的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咱有一遍来唱无孙仔爱人的献诗，献诗479首，救世耶稣，愿你来听，请咱大家起立。Amen.
热烈，请华人来救我。个人略略，阮所敬听的牧师妈，上会的女士，出生于1943年12月16日，台中市人。自细汉伫建行听主的家庭中成长，伫2个查甫囡仔、4个查甫囡仔的家庭，伊是排第3，全家热心服侍主。18岁时通过考试，考调电信人员入学考，进入中华电信局服务。伫1964年12月28日，甲中华飞达林在迪先生结成连理。结婚了后，继续翁婿迁徙到嘉义市，伫嘉义电信局上班，服务34年久。到伫1995年退休，上会的女士有一个真美满的家庭。翁婿林在迪长老是嘉义市北兴国中美术老师退休。伊的大囝林维道现任花莲港长老教会牧师，伊也就是阮大家的牧师嘛。伊的媳妇张淑慧师母伫教会有助指挥圣乐队、训练乐团等等的事工。伊有3个内孙，姓嘉、姓汪、李安。牧师妈的查某囝李雅丽，现任是伫云林县斗南高中国文老师，也伫嘉义中会的云林东势教会担任执事。囝婿张子健服务伫云林环球科技大学，伫教会担任长老，也有一个外孙吴林。牧师妈小美丽女士，伊的性情温柔、客气、谦逊，伊的气质端庄高雅，非常的优秀。伫教会长期担任主日学的教师、圣乐队员，甲妇女团体的会长，一生敬虔、热心服侍。伫厝面，伊是好家婆、好妈妈，也是温文款待、大家官的好媳妇。尤其重视囝儿孙的信仰教育，时时鼓励晚辈一生爱持守基督的信仰，祝常实行家庭礼拜，建立家庭制度。牧师妈伫10年前患着乳癌，1年了后就转做第4期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伊经历长久的抗癌治疗的过程。伊照着坚强的意志甲信心，倚靠上帝，万事稳定，互伊连续有8、9年的时间，会当陪伴甲厝面的人斗阵。伫顶礼拜5，2019年12月13日21点22分的时，牧师妈伫翁婿、伫囝儿孙围围伫伊的身躯边，来吟诗，来祈祷平安、安然休息。上帝接伊转去天顶的祖家，伊享受77岁。在生的时，牧师妈有留落言语，交代讲：信主必平安喜乐，一生敬拜有落主，困读圣经，常常祈祷，谦卑做人荣耀上帝。咱来听牧师妈最后的声音。
新的网络的时候，咱们家家手上就是讲天条宇宙要靠主长时的，所以教我们要靠主长时的。所以咱也要讲我做上，我对上帝困难的时候，也要依靠上帝，上帝就会保守我们平安。圣经我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只要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。所以咱来时时想讲，你若唔对主会做啥？你若想讲，咱的做方面，就心敬拜上帝，上帝好，这是很奇妙的。所以上帝的好，那是一直来的。跟我做他们都是信任上帝，不是上帝都会是。所以我们不能讲大家要听的，就不要离开上帝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上帝总是给我们办法，要有信心。咱所见嘅有事嘛，伊先听主，敬畏上帝，伊倚靠上帝，跟对上帝来，所以现在伊得到上帝为上好的应允，也就是伫天里享受永远活的福气，伊美好的信仰，好的所听，永远留伫咱的心内，也会加做咱一个模范。只是咱要来效念咱所敬敬的牧师嘛，也为着牧师的家属来祈祷，请大家起立。热岛结束，请坐。这是后的孙仔要来演奏圣诗，来怀念阿嬷。
咱亲信这个事件，牧师妈一直甲咱在进行在听，下面为我请万人港教会圣华地后日过3天。
意表示感谢。卫生伫即个所在，我要感谢上帝恩典，因为伊互我的老母伫即个世间，其实已经有加我10天的时间。伫10天前，医生来发现伊仍然为伊手术了后，其实伊第2天无到半天就转移。迄个时阵，医生其实甲判断伊的时间剩半天，总是伫伊敬虔的信仰、坚定的信心，甲伊真努力咧做治疗。伊的努力到啥样？伊对伊开始第1天，伊做治疗用啥物药啊？会产生啥物副作用？偌久，迄个药无效，换药啊，佮有啥物情形？做第1遍的化疗，然后放弃化疗，佮转移，佮怎样？10天所记录落来的所有的记录，连医生讲根本毋免去调病历资料，因为比病历资料更较详细。伊的努力10天。医生讲，伊已经是200分的病人，因为照伊用药的病人，加加活56个月，伊活120个月10天，所以感谢上帝，互伊加活这10天，特别伫尾后这2年，伊知影伊的身体渐渐袂康复，所以伊欢喜咧搬来搬咧，我要搬来的时，迄间搬厝嘛是卖厝，就将厝卖出去，无听候，无烟钱。搬到遮，马上拄着花莲大地震，因为厝卖掉，嘛无通走转去家己，就安心住伫花莲。感谢主，这2天。伫伊的囝儿、媳妇甲孙的位位中间，常常享受天伦的快乐。过去我的老母，伊互人感觉是一个真高雅的人，但是你绝对袂看到今仔日上尾迄张相片伫遐毕业，甲阮老爸用毕业的心情，我想伊是真快乐。总侪人拢感觉迄敢是牧师妈，问着迄伊的内心，因为伊甲孙做伙就是拢安尼。伊伫上尾的过程到转移到伫上尾刷到门诺医院安宁的过程中间，看见其实转安宁病房，其实连过1年都无。安宁病房。拄仔刷着个人房，伫迄个中间，我欢喜讲会通家庆祝伊的生日，总是无拍算。上帝互阮刷安宁病房，就是要伫迄个所在家斗伫阮的唱诗歌到最后，我为祈祷的过程中间，有感谢主，迄天早起有2位牧师，一位是郑淑平牧师来为祈祷，另外一位就是咱的蔡牧师、蔡平牧来祈祷。当伊分别时，当人甲祈祷，伊马上醒过来，连续3声阿门阿门。但是到伫我上尾替祈祷，伊无甲伊的囝阿门，因为伊去上帝遐，甲上帝阿门。所以，互阮得到真大的安慰，因为伊亲像困去。我相信这是上帝极大的奇妙作为，也为着伊会通去到上帝的地方来感谢主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
真正感谢上帝，也透过教会兄弟这兄弟的姊妹关心，直接也就是感谢今仔为咱为阮正道安慰阮的蔡牧师，多谢你带来安慰的话，多谢也明了长老为阮赐会魏维珍牧师娘来为阮来思求，伫阮真需要斗相共的时，有遮侪同工，感谢传道师伫阮老母破病中间去甲看，也今仔日为阮祈祷，感谢文斌长老为阮读圣经，感谢仁爱长老为阮伫遮来读个人用日，感谢圣花队伫圣诞节咧无用的中间，爱搁为着阮来唱贵歌，感谢甲团这囡仔，其实今仔日因拢爱伫学校，但是对学校请假为着讲，囡仔家己讲阿嬷对阮足好，阮一定爱来遮为阿嬷演奏，感谢在遗族好朋友恁花时间为了对家己分林台中、台北的所在，来到这个阮的中间，为着阮来花恁的时间来安慰阮。真感谢咱的牧者，伫圣诞节咧无闲的过程，也花恁的时间来安慰、鼓励阮，互阮得到真大的帮助。感谢各界的长官，无论是县长、立委，也是兄弟因伫遮来，无论是位置也好，也是伫遮有南花花科种种伫遮来关怀。感谢即中间有一的中职朋友，无论伫到病院来看我的老母，也是伫祈祷中间笑脸。特别伫即段时间，我知影有一兄弟姊妹，因毋茫会通到病院，到阮的厝来甲阮关心、安慰，总是多谢恁体谅阮的软弱，因为即个时阵阮无法度接待恁，所以恁为人要送物件互阮，为人要来关心，总是恁拢软弱，无做这代志，用祈祷来代替，叹息，深深感谢恁的体谅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特别要感谢莲花伊甸园的吴老板，伫第一个时间，伊听到我的老母过往的事，伊侪方面派因的员工伫即个中间来合作，也特别来感谢因有真水的即个伊甸园，即个头位通互我的老母，通有一个搁安静、搁又清幽的所在，诚做伫伊地前上尾徛起的所在。感谢庄庆兄真玉姐因为着我的老母伫办真水马拉石的骨灰馆，互阮感觉真高雅甲温暖。感谢如意姐为着我的老母布置即场真水的花，遮尔高雅庄严的过式的会场，互阮通有一个值得纪念、怀念的告别礼拜。感谢的姊妹今仔日来合作伫交谈，感谢各界的中华来宾，感谢机构的遮同工牧者，伫恁真无用的时，也有缘到阮的中间来诚做我的安慰。伫即中间，若是有啥物人你为阮做了真侪代志，真即个我若无甲你感谢着，请你原谅，也请你伫听的内底继续为阮祈祷。阮相信上帝加倍赐福伫你，
也赐阮气力来行头前的路。搁一个感谢各位亲朋好友、来宾、牧者、兄姐，伫恁伫阮要甲阮的老母来做最后的送别的时，有恁会听伫阮的中间，互阮通笑脸，也伫即个中间，愿上帝伊的恩典甲祝福，百倍赏赐伫恁甲恁的家。感谢大家，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请家属起立，咱相互转，阮所有的来宾来一鞠躬，多谢，一鞠躬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有想着对各所在调来会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对这正8方，我来甲其中的2方来代表。第一方，以恭敬的心祈祷少梅林牧师们安息指挥，仅在基督里忠心追思。圣经上记载说：“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。从今以后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”圣灵说：“是的，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”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会第72届议长戴业信牧师及执委会众委员一同敬畏。第2方，仅在主里忠心敬畏主内少美丽我是曼安息，在主耶和华眼中看圣灵之时极为宝贵。诗篇116篇15句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东部中会第79届议长东宏恩牧师及全体中委一同敬畏以上。愿基北主爱基督的人民，以及现实人物甲正面地地，对他一到永远。我这有几点要报告。小等要伊练习是一个日头前，过来是牧师同工，煞者以上关幕家属，最后是会众，会众请先伫方位起立目送，甲对头表行出去。要去慈云山无法堂，到位准备游览车。最后一点，我是讲。有准备因家己的文章来表达家属一点仔心意。小等落出去，伫门口一个人有1份，请咱免客气，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恩典所。报告以上，咱来念上言，献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请大家起立，联系上请赵老师、赵建国老师主导。咱的主耶稣搁起来，互咱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。愿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，得着欢喜伫伊面前。
愿永光归于伊，代代无所。阿门。咱要去山顶的遐有游览车吼。
不然就是别的。那不跟我安家了。要